我发现大馒头这小孩睡觉简直太好哄了，只要给他看手指头，也不知道他咋回事，只要瞅上一眼，困劲儿就上来了。检查一下，眼睛没问题，嘴没问题，确认无误，是睡着了，不是装的。但是大馒头在我身上躺睡觉的时候，大炮也想上来，完了他就搁这薅大馒头，他想给他拽进。看大馒头不动地方啊，大炮自己上来了。不得不说，大馒头睡眠质量是真好，但我也不能看着他挨咬啊，我上去拉大炮去了。结果拉着拉着的，给我手指头叼嘴里了。完了，这不就一下又看着手指头了吗？当时就迷糊了。你说迷糊就迷糊，你那睡觉呗，你倒是把嘴合上啊！就这睡眠质量，不管咋扑棱它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但是大馒头这小猫最听不了啥动静了，抽匣，只要我一把这抽屉拉开，开饭了。那哪是开饭了？你这不起猛了吗？而且啊，由于好几天没给他们吃好吃的了，就导致说一个啥问题呢？不认识了。嘿，这不你喜欢吃的冻干吗？好久没吃都忘了味儿了，你闻闻。想起来了，还是之前的那个味道。你看，我就说没骗你吧，是不是好吃的冻干？你看。